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人因来因好食咖啡哦。照财政部关务署嘅统计，今年一年对国外进口嘅咖啡豆有25000公吨高价，用一杯咖啡差唔多8到10公克来算，桃园台湾人一年最少食得25亿杯嘅咖啡。一个咖啡豆煮黑的变做咖啡泡，来调黑的。两百民众价格最多拿来储米，也算做代皮。更加好水家证实，咖啡泡也是得拿来做保养品哦。近期的研究在那睇国际医学期刊，原来咖啡泡当中呢，含有最少10%的咖啡油是炼得出的，连咖啡好如炼得出咖啡因。也多年来，台湾当睇实行循环经济，从农业废弃物变做资源。假使创造出新的价值，企业也会高兴用天然的东西。看下来看下先。要烘之前要先脱壳。将咖啡豆倒入台学机，再搁拿来拍，煮出点度一定出名的咖啡。庄金山两公婆走顺头做咖啡农，下出头开咖啡店，伊咪杀都起家做。从种咖啡开始，都我跟我老婆亲力亲为2个人开始做。我想说，这个生产出来的咖啡果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结果，一个产品。所以我想说，除了我卖现场冲煮的咖啡之外，我想说把一些像咖啡渣啊这些拿来做利用。对身体都做下，对种咖啡都煮出咖啡，但啲咖啡豆对两公婆心血，连春下来咖啡铺，庄金山没有同人无同样想法。既然当年做木头按度嘅咖啡铺，有冇同佢好好利用来做资源咯？它这个地方就是咖啡水，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咖啡粉跟渣的部分。像这边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到，它有一些咖啡渣跟咖啡粉。那我就做了这2个产品。用咖啡泡做出的手工茶具，一到人买，按用咖啡店，咩介意有文创的感觉。比较引以为傲的是，我那个制作手工皂的朋友，还专门制作了一个洗脸的。所以这边有做一个研制，这个洗脸的，其实它是可以从头洗，全身都可以洗，只是它重点是它比较温和。庄金山请做手工茶具朋友郭玉田来推广，做出咖啡店起家品牌。其实郭玉田用咖啡泡来做茶具，咩好久的嘢。佢讲也係一種專業品，看到乜嘅用嘅臭東西，就想拿來製作困難。看到任何要丢弃的素材，觉得很可惜、很浪费。它不是只有可以做肥料而已，它也可以拿来做手工皂。老公讲，咖啡渣唔俾你按度挑剔的，感觉介大众，所以感觉咖啡渣来做手工皂吼，不但可以不浪费，而且现在国人的环保意识也比较提升了。我等下有冇？咖啡的渣，我等数几来时间啦，寸大安呢，一粒一粒的。因为我等一下吼，我帮佢行比较早啊，因为10号我等无法度做。張蘇州嘅咖啡泡很特色，韓國大間咖啡店做法無共樣，咖啡豆按出來嘅油咩無共樣，故所還要先將結咗一級嘅咖啡泡攞開來，送去派，同件按到行下油。再落到屏東菜地的可可油、奶油木果同咖啡水。碱它会遇到水会瞬间高温，而且它的温度会提升到100多度，所以我们的基底水要结成冰块会比较妥当。連做咖啡茶具要用到水，咩拿蘇州嘅咖啡泡嚟煮，全部打上嘅本事，水面多到冇嘅行，等佢表演嘅。来录一请咖啡渣的功效好處啊。我也有試做了一些咖啡渣的手工皂，做出來分朋友說，大家攏講幾好食哦，唔會差。洗條老毛的話，條老毛愈要較緊較有，洗成的話，伊可以吞我哋身體上面的毒素啊、污垢啊排除。里面还有很多油脂都还在里面，你等下搓一搓有没有？你就觉得手是油的哦。
用过咖啡泡都含有1度油，实际上台湾人啉咖啡越来越多，咖啡泡也越来越多的。单本人做垃圾物体，其实咖啡泡底度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同生物碱。香港科大教授张聪明同神经业者合作，用超临界炼咖啡泡来做研究，证明对皮肤形成的污色素有控制的效果。一项研究已经得到国际医学期刊ECAM底度。在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我们会尝试从一些天然物，然后去萃取一些特殊的萃取物或者是成分，然后添加在保养品里面。那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大概最近5到10年，就是整个欧洲和整个保养品的一个趋势，就是强调崇尚自然。那大家希望说，从天然来源的，一般的消费者也认为说，可能对我们人体比较没有那么样直接的伤害。这一瓶啊，就是萃取前的咖啡渣。那它经过我们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技术啊，会得到这个咖啡渣里面的咖啡油。那一般那个咖啡渣里面的咖啡油含量大概有10%，算是蛮高的一个含量。所讲的超临界喺套水性同气体当中，输装的咖啡泡底度轻油加车组合，含有10%到14%的咖啡油。头摆台湾菜地化妆品业原料下本进口上确定的。爱发展有限头，也想行起家路，做对菜体天然东西去炼。张聪明发现，原物体的咖啡泡，佢嘅功效同安全性对人体有好无坏，合作菜体厂商蛮吉强嘅。可以用惊讶这2个字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在萃取很多的花草的精油的成分里面，在萃取的一个结果上面呢，其实它如果浓度过高的时候呢，可能对我们的皮肤会产生刺激性或是其他的负面作用。可是咖啡油呢，它浓度到达80%几到90%几的时候，其实对皮肤呢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我们在黑色素产生的过程有一种酵素叫做酪氨酸酶，叫做 tyrosinase。它这个酵素只要一产生活性之后，后面就会自动产生很多的生化反应，产生了黑色素。那所以我们就在试管里面先看看这个咖啡的萃取液，它是不是会抑制这个酵素的活性。那实验结果是会的。张聪明一开始先对试管来做，因为初步的成果，沙定来做细胞培养的实验，结果爱形成的污色素被控制到40%到50%，也做少提一半。最重要一点是我们有做细胞毒性的实验，我们把我们用细胞处理的这个咖啡萃取液去处理细胞，发现即使我们使用到最高的剂量，就是10个毫克每毫升10个毫克10个 mg/cc 的情况之下，细胞存活率大概将近100%，显然就表示说这样子的原料成分是对皮肤是没有伤害的。它主要是采用高压、低温的萃取特性，保留那个一些活性成分不受那个高温的破坏的影响。那它使用二氧化碳的话，它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所以它没有使用传统的有机溶剂的萃取的方法，所以它没有有机溶剂的残留等等之类的。对咖啡泡底度炼出的咖啡油，做得拿来保护头脑膜同皮肤，洗同面拍。为了对环境行较好，用到最美咖啡泡，也则拿去落到保湿粉底度，做出分解的干呢，含到红带加2粒咖啡因。那它这一个材质有什么好处呢？当我用完这个洗发精的时候，我埋入土里，这个土里面的细菌会把这个瓶子呢去把它吃掉，去把它分解。大概半年6个月左右，这个瓶子几乎就可以完全分解了。而且分解完了以后呢，我们在下面又设计一个种子槽。也係一隻對搖籃到搖籃嘅概念，也就是講對咖啡樹生產出嚟咖啡豆，做出咖啡同咖啡泡輸進來，最尾當天然有還天體生出新嘅咖啡樹，自然更循環更利用，咁樣做冇有按到物體嘅東西，也就係循環經濟理念。那我們希望是說，農業生產過程當中所製造出來的農業廢棄物，我們能夠就地，就在廢棄物的產生地就地的資源化，那在各個工廠它所產生的廢棄物如果能夠在製程裡面先循環再利用，如果是 A 工廠的廢棄物是 B 工廠的原料。環保署多年來都推動循環經濟，希望農業同工業都做得到自家範圍地度，將產生出來廢棄物轉做資源。
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同环保署、韩国经济部的工业局合作，也近年来用处于废塑强化整治同复育耐用技术，将超商过期食品、韩国一般饲养废弃物无用到奶变做唔系随身的皮料，也包括含碳处理工业废弃物，同其转做资源。加油站或者是这些油槽或者是这些海洋的那个漏油事件所产生的这些大量的油污染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污泥实际上我们很成功的利用这个处理堆肥化的技术能够把它堆肥掉那等到我们的堆肥腐熟了以后，那这些那个油污染里面的有害成分一些致癌的成分也就分解掉了。我们再把它加一些咖啡渣下去，一方面是降低含水率，一方面给它很多的那个氮肥。处理了一般的废弃物，并其后一整年过后，我变到厂内安放安源。不过，生态问题是用高温并必发的过程，粗胖胖的偏严得。高雄海洋科大用咖啡泡的米丝去处理，研究咪证实咖啡泡有丰富的碳皮，代皮做咖较胖较软。高雄海洋科大也大量用途代皮技术，用来种香草类植物，种出来的香草拿来炼香草精油。我们高海科大的生技处理资源化厂，我们在示范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循环型农业的概念那我们现在广泛的收集那个农业的废弃物，或者是食品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堆肥，就是我们也试种了那个30-40种这个香草植物。咖啡泡係一號堆皮，煉出咖啡油，含做得做高級嘅化妝品，無做手工茶具。韓國頭擺咖啡脫殼過後皮，人看做咩係無用嘅東西。學者張聰明同成件一紮研究發現，其實咖啡殼底度有大量咖啡因。那我们在咖啡的皮上面找到非常大量的咖啡因，而且我们可以精准的萃取它，而且可以让它所谓的量化的生产。那这些东西呢，过去是在农田里面是完全被抛弃的，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所以我们用很不错的价钱去收购。但是让咖啡因它在整个化学结构里面，它在药理学上面，它跟像那个 theophylline 茶碱其实很多结构的类似性。那茶碱在我们实验室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它会让我们的黑色素增加。那黑色素增加，其实你就可以联想到它可能去让我们的头发的色素可以。发细胞的色素可以制造增加，可以有黑发的效果。利用咖啡殼煉出咖啡因，來促進頭那麼冇農加生，廢棄物做唔按多，還有新的經濟價值。其實，在我們的研究成果裡面，當然我們已經發表在國際的學術期刊上面。那同時，其實以我們的經驗，我們很樂觀的預測，它其實不是在皮膚的美白而已。其實，事實上我們發現，在抗老化的部分，其實它有很大的研究的潛力。企業頭擺係將處理咖啡泡看作消費資源，也同其好好利用過後，創出嘅新嘅價值同競爭力。它其實是一個競爭的一環。我們做出這個產品以後呢，我們其實不用做電視廣告，就有非常消費者認同去分享這件事情。而且我們也因為這個產品的設計，去啟發很多的企業家去想說，是不是在他們的公司裡面的所有資源在循環在利用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再用更創新的方法去減少廢棄物？咖啡渣我们可以拿来做化妆品也可以把咖啡渣粉拿来做成活性炭那就可以用来处理那个工业的那个废气来吸收那个污染物质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咖啡渣来做成就是来取代保麗龍的這些餐具。台灣實測見來見唱外國人。等到見來見到認識咖啡泡天窗咪會見來見到，我也到本地做垃圾獲體嘅東西，最尾要同佢轉變做對土地有好處嘅物質，按樣大自然去欣賞，自然拿來見循環見利用，創造出循環經濟，將會打造出一隻長長久久嘅生態台灣。